平安。今仔日是父亲节，甲在场所有这做过做父亲的，深深对心底代表教会，甲恁讲，做父亲的辛苦啦，父亲节快乐！愿上帝家己对天顶保守。做老爸这个角色无容易，老母无容易，做老爸也无简单。母亲节餐厅拢订了，父亲节那敢若拢无动无静吼。昨我两个囝带我去北温去高尔夫球场请我食饭，结果伫高尔夫球场咧食饭，拢毋是囡仔甲伊的爸爸，拢是两个老的。拢是两个老的家己咧食，要说就家己来，囡仔要为着父亲节转来，可能真困难。OK， 这个龙珠回头的故事差不多伫今仔日要结束。龙珠回头的故事，毋通袂记得。路加15章的一开始是安尼讲：正抽象的甲罪人来接近耶稣，要听伊讲道。正抽象的甲罪人。要听耶稣讲道，总是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私下议论讲，这个人就是耶稣，啥事接待罪人，搁甲因衫甲食饭啊？耶稣甲一寡真侪人要听耶稣宣讲上帝国的道理，耶稣用行动。毋若宣讲，伊阁甲一寡人三甲啉食，遐三甲甲耶稣坐倒的人，对一群对其他的人来讲，对法利赛人甲经学士，看讲耶稣你太会甲遮个罪人、社会匪类，人看做无好的耶稣啊、先生啊、先知啊、弥赛亚。你太甲因衫甲啉食，什么体统？你安尼咁好？你社会形象咁好？你阁是一个传扬上帝国福音的人，你安尼做咁对？耶稣就甲因讲着，100只羊失了一只，主人放了99只去找迄一只，找着就派伫肩胛头。欢欢喜喜，吟诗唱歌，哭嘶嘶啊，转来，然后甲伊的厝边隔壁讲：来啊，三甲来啉，三甲来食，三甲来甲我快乐，因为我失落一只，但已经找着啦，甲我三甲来欢喜庆祝，超车迄个失落的羊。然后搁咧讲着一个负责人，10两银失落一个。放了所有去找到同款，欢欢喜喜就厝边隔壁来。我迄个失落的一个银，我已经找到了。耶稣伫遮咧讲，这个失落阁得到，迄个欢喜，讲伫上帝国亲像安尼，为着做一个罪人的悔改，为着做一个罪人回头，天顶的上帝甲伊三咁欢喜，迄个欢喜。比为着99个无悔改的义人搁较欢喜。99个无悔改的义人，不如一个悔改的罪人。你要注意哦，这是上帝国的道理哦，因要听耶稣讲道理。耶稣咧讲这个道理。然后第三个就咧讲着，某人有2个囝。咱已经连续2、3礼拜拢讲这个，今仔日要来做完结篇。来，不对错。OK， 今仔日我的题目是上帝国的父亲，也搁伫忧伤的中间伫咧做等待。上帝国的父亲仍旧在忧伤中等待。主爱老爸，伊遭受着双重的心碎，一个是伊的细汉囝。一个是伊的大汉囝，然后这个是大人，
这个双重的心碎，然后咱要看到，伫耶稣的道理的中间，伫咧显明上帝国怎样伫咧显明讲，要安怎用一个丰富的疼来遮掩出来一切的过错，要安怎样互家的圆满，互家一个上帝国的厝，互你的厝，互上帝的教会会当得到圆满，这是老爸的责任，老爸的心意，这是天顶的上帝极大的期待。耶稣讲，伫这个中间路加15章，伫咧招找失落的绵羊，招找失落的钱，招找浪子。然后伫遮，我要甲咱分享一个，人定定甲伊的目睭甲心意拢刻伫咧看一个人的毋对。那敢若遮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伫咧看耶稣啊，你太甲遐个歹人，甲遐个罪人伫咧斗阵，咱敢毋是咱这分别罪性的人，就爱甲遮个剥开吗？特别你佫是一个传道者，敢会看的？对你的社会形象好吗 ？OK， 总是伫即个遮，上帝国的道理要甲咱讲，不怕人有犯错，不怕人有过错，只怕我们的爱不够。你的疼若有够，你的疼若有够富足，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。要讲阿们无？所以这句毋是咧，什么人对毋对，什么人好歹，即摆是咧看讲一个人你的心思意念，你的信仰的程度，你有法度通好教业去 cover 别人的软正软弱啊无？所以你若是一个，你若认为你是一个信仰真久长3代4代5代的基督徒，你是真早你就已经伫即个上主的恩典内面的人，你若已经感觉安尼，你若感觉你的信仰真在，读真侪圣经，做真长的祈祷，那安尼你要安怎？毋是咧找找别人软正软弱，伫咧捡别人的骨头，乃是要安怎强的，就爱去扶持软正，勇的。都爱去帮衬、体贴、看家、找找遐失迷的羊，所以不怕有过错，只怕爱不够。OK， 但这个故事咱已经讲过讲啦，无人有2个囝，即马只是一个不孝的细汉囝，伫甲老爸吵要分财产。原本这个家庭是安静的，大家人拢平静过日子。平安就是福，是咱年老的人伫咧讲的。少年人并无咧讲平安是福，老人伫咧讲身体健康真要紧，健康比什么比财产更加要紧，比事业的成功更加要紧。少年人拢伫咧拼成功，无咧注意身躯。我想无共款的年龄对一个物件的 definition 无相像。但遮你有看到一个细汉囝，伫家庭真平和圆满的时，伊咧吵要分 ，OK， 那分了后，甲遮个所摕到的浪费了，然后伊佫拄到饥荒，伫遐甲人饲猪，伫遐生活一切拢真败坏，真艰苦，就想到伊的老爸，我老爸家有真侪请工，我要伫遮饿死嘛，无爱，我要起来，我要倒来老爸遐，我要甲伊回息咧。所以，伊就真正，伊毋若安尼想，伊毋若家己醒悟过来，伊佫付出行动，行出来，离开迄个甲猪为伍的迄个生活、迄个环境，离开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是一个真要紧。离开你家己感觉真受伤，感觉真毋好的环境，你的确要有一个决志，你一定要离弃。这个细汉囝，伊个人离开，然后开始往老爸的方向行去。即摆讲来到老爸，也阁相离真远。老爸看见是老爸主动走去，
然后看到这个细汉囝走去了后，就抱着伊的颔棍，直直甲针，直直甲针。这个老爸拢无甲伊讲着，拢无甲责备，是安怎你情遐尼放荡？是安怎你直直咧吵来甲钱、甲财产拢毁了了？老爸拢无讲起这个物。老爸心里干那直直讲：这个细汉囝，你终于回家了，你终于回家了，你回来真好。总是迄个细汉囝，互老爸安尼揽咧，佫直直针，伊心足艰苦。你太无甲我责备，你太安尼对我遮尔好，然后囝直直甲一句话直直讲出来，直直讲出来。爸啊，我得罪天啊，得罪你，我袂堪得做你的囝，就甲我当做厝内的奴才一个，互我有机会来侍奉你。总是老爸佫拢无针对这个甲伊应话，老爸干那讲来人啊，紧哦！互伊随身躯烧水准备一个，互伊随身躯上好的衫摕出来，伊若甲手指甲挂咧，鞋甲穿咧，伊是阮兜的少爷，伊是阮兜的主人的一份子，所以大家三甲来啉来食来快乐，所以肥的牛仔都抬落去啦，大家人伫遐来啉食跳舞快乐，因为我即个囝是死个活，失落个得着。当因伫咧大快乐欢喜的时，讲大囝伫倒位？惨呢！这个代志伫咧进行，拄则迄是一个真大的悲剧。讲厝内有一个失落、车花宴乐、酸汤酥有的，但即个大囝伫厝内实在是真可耻，伊伫田里经营做工，然后拍拼，起造老爸即个家庭，换甲拢真好势。顶礼拜讲，就是老爸老母厝内有啥物问题，身躯有啥物问题，拢是即个大囝就是安尼点点，但伊安尼拍拼认真咧顾家顾爸母，即个囝实在是有够优秀，有够超优质的囝。即摆问题是讲，等于伫即方面真好，一个对照伊的小弟，伊真正是太互人通学了，太难得。即摆问题是另外一面，当老爸为着伊的即个放荡囝转来，老爸的心欢喜的时，大兄听到讲厝内太遐尼闹热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叫一个萝卜来问，萝卜讲：恁小弟平安倒转来。恁老爸看到讲伊的细汉囝平安倒转来，老爸心欢喜，互伊穿上水的衫，甲用手指甲挂鞋甲穿，牛仔就抬落去，然后招厝边隔壁亲人朋友来讲三甲来欢喜快乐。因为我即个囝是死个活，死了个得着，甲我三甲来欢喜庆祝。第位，当大囝听到这个代志，咱的圣经讲大囝真生气，伊就唔不肯进入家门，伊就唔肯入厝。一个是细汉囝放荡出去。一个是遮尔好的囝，伊伫即个时嘛已经甲即个家庭切离开。即个家庭有真侪问题，即个家庭有真侪无公平。即个老爸，啥事用安尼伫咧对待即个小弟，用这安尼伫咧对待我，所以伊真生气，毋肯入去。伊的老爸来劝伊，因为今仔日这个是一个我的主题之一。伊的老爸出来劝伊，伊的老爸出来劝伊。那确实，这个老爸劝这个大囝，叫伊爱入去。请问这个老爸会劝迄个细汉囝，当初迄个细汉囝直直要出去，老爸会甲伊苦劝啊袂？老爸一定甲伊苦劝。所以，这个老爸细囝
在晃动，的心飞出去啊！人伫遮，心无伫遮，然后开始伫咧有真侪奇奇怪怪的想法出来的时，老爸的确心真艰苦，心真脆。老爸已经直直咧甲苦劝，无效就是无效。即摆换大囝，细汉的倒转来换大囝，煞毋入去。大囝遮尔好，大囝遮尔好，竟然伫即个时，伊所做的即个动作。是我跟这个家无涉，我对这个老爸，我对这个老爸有真侪不满。因为这毋知会当互咱有一寡什么款的思考无？真侪时阵，一个人伊伫侪方面嘛，实在是足优质；一个人伫真侪方面，伊实在是表现拢真好。但是一个真好、真优质的人，有当时啊，伫某一个时间。伊会出代志，当时会出代志。当伊伫群体中间对一个人、对某一寡人，伊会所行所做，互伊无同意，甲伊无相像，无不合他的意念跟做法，伊可能就怎啊野性，伊就野性，然后伫原本一个真和谐的群体中间开始切割，开始遮个人。我甲你无干涉，遐个人，你若安怎，我就毋安怎；你若毋安怎，我就安怎。我想，这个是今仔日大囝所原本是真好真好的大囝，但是伫遮已经出代志啊！伊的人格出代志，伊的思考出代志，伊的心态出代志，伊的信仰出代志。今日咱要讲的是伫遮，对，细囝有真侪无应该。细囝有真侪无应该，但是咱来讲到大囝，那大囝佫继续伫即个遮，当老爸直直咧甲苦劝入来啦，恁小弟都转来啦，恁小弟咱已经等待遐尼久啦，小弟今仔日倒转来，咱斗阵入来三甲来庆祝。大囝怎样讲？大囝对老爸讲：我服侍你遮尔侪年，你将来啊！我服侍你遮尔侪年，从来毋捌违背你的命令。你并无互我一只羊仔，会当互我甲我的朋友三甲来啉、来食、来快乐。但是你这个囝，甲长期吞尽一切，甲你的产业算了，伊一个倒转来，你却为着伊备办。厝内上肥上水的迄只牛啊，竟然为伊杀！你这是做什么老爸啊？你老爸是安尼做的吗？大囝原本真优质的大囝，这个时开始出代志了。因为毋知耶稣这个故事，伊咧讲到上帝国，亲像安尼，然后耶稣。这个故事是咧讲到15章，是咧讲到侪人要听耶稣宣扬上帝国的道理。耶稣一面讲上帝国的道理，然后耶稣伫咧讲到三个譬喻，然后这三个譬喻伫咧讲抢救堕落的灵魂，抢救迷失的羊，抢救。咱的圣诗伫咧讲到耶稣放落去99只，去找迄个失落的一只，满身规个大甲理一理。这个敢毋是咱伫咧讲的宣教师的精神？放落所有的家庭，放落所有伊的庄头、伊的家乡所有这个教育的基础，拢放落，然后到遥远的台湾福摩沙去抢救灵魂。偌侪宣教师到伫台湾无几年，因为迄个疟疾，因为这个盲童就身体拍歹去，就死伫遐。了宣教师为着要抢救灵魂，就是咧做这个代志，拢毋是为着好人。信耶稣的拢是遐毋捌字的，拢是喺庄头内面，互人看上袂起的。宣教师是对遐开始直扣，然后第一代是喺庄头上歹的。人看上无的，总是遮个人来争做宣教师的资本的扫涂骹的、斗包药仔的，遐干皮包仔就甲伊斗创什么的，
然后这个人的下一代变做音乐家，这个下一代变做牧师，变做律师。早前伫50年前的台湾读音乐系，几乎拢是长老教会的信徒，因为拢这个人在伫教会有机会摸到琴。列位，抢救人群，这是耶稣伫咧讲道理。上帝国的道理是从这里切入的，是从这里切入的。上帝国的信息是跟软弱的人、跟罪人、跟被社会排挤、变作社会边缘人，福音是从接触这一些人开始的。所以咱咧讲，伫咱的中间，到底今仔日的信息要甲咱讲啥？伊伫遐咧讲，你会当为着一个放荡的囝，杀一只牛仔，佮叫人来遮唱歌跳舞？我咧，我一世人拢陪你，一世人我毋捌违背你，一世人我拢伫你的身边咧，甲你陪伴。你敢有为着我准备一只牛仔？我想伊讲的上面有理，上面无影。一个拢缀伫老爸老母身边的。伊他无羊肉通食，他无牛肉通食，伊定定拢有这通食。因为当伊的小弟伫外口伫咧放荡失败潦倒的时，想起的是啥？想到的是我的老爸的家，遐偌济请工，因食清用拢毋免烦恼，所食拢有剩。我要伫遮饿死吗？所以即个大囝。其实伫厝内久久长长，甲是大人斗阵，伊要啉，伊要食，伊要用，逐项拢无欠缺，只是讲有影啦。若讲要为着特别为着伊的朋友大囝的一个朋友，啥物准备一只牛仔，互伊去杀，可能即项无，但是要食，伫老爸老母身边拢食有剩。所以即摆问题是，即个大囝伊开始计较，伊计较，迄个计较的心一个出来。家庭就开始不和啊！我想，咱嘛真担忧啦吼。伫咱的厝内中间兄弟姊妹啊，开始有一个人计较，特别是咱年纪渐直大，厝内若有一个囡仔开始计较起来。伫我细汉、大汉的庄头，伫遐有一句话，伫咧讲：是大人若死吼，是大人若死吼。拼一趟，较赢咧拼迄个趁几世人。意思是讲，是大人若死的时，财产加争取一寡，较赢家己辛苦工作几世人。即个当伫即，所以若有一个人伊的心思意念无好势，就开始有真侪自我 ego 就直直出来。迄个 ego 若出来。就什么是大人的心意，什么咧家庭的和睦，拢无去啊，迄拢摕去边仔去啊。即摆老爸伫即个遮，老爸开嘴讲：囝，我常常甲你斗阵，我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，我常常甲你斗阵，你嘛日日甲我斗阵，我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，未来拢是你的。安尼意思是啥？老爸嘛真清楚啊，细汉囝的份额已经摕了啊。我所有的拢是你的，你毋免烦恼，你毋免紧张，只是你即个囝，死个活，死了当个得着。所以拜托你甲我三甲入来，来欢喜快乐庆祝。毋知伫即个遮，你有看到一句话无？我遐用的。当即个大汉囝心伫咧不平的时，伊咧讲的，伊对老爸讲的是啥？你即个囝。但是即个老爸咧讲的是啥？你即个小弟。大囝原本对士大人真友好，真有礼貌。但是伊伫即个遮，甲老爸老母已经切割真清楚。你即个囝，你即个囝甲我无关系哦。
啊，你要安怎做伫伊的身上，迄是你的代志哦。总是我无同意哦，我安怎样拢无同意这个代志哦。所以你若无甲我弄清楚，我绝对无入去。OK， 所以大囝伫遮是咧讲理，是咧讲道理，是咧讲你无应该，就咧讲着应该着安怎，啊无应该安怎。即个应该甲无应该，拢是大囝伫讲。啊，这是大人所做的无合伊的味，不合他的要求，不合他的看法，啊，伊就切割。留意伫咱的中间，咱注意一项，做基督徒无论伫你的家庭，还是伫咱的教会，毋茫常常，即个拢会成做咱家己的提醒。毋茫福音的信息、天国的道理，是甲咱直直咧扣我来，直直咧扣我来。啊 ，OK， 伊大囝伫咧讲，你即个囝，老爸伫咧讲，你即个兄弟，伊对我来讲是死个活，死了个得着，所以咱就斗阵来。OK， 老爸双重的心痛伫遮。细汉囝早前无爱即个家，挑战即个家，背弃即个家，即个细汉囝真正无应该。总是即个细汉囝后半段，伊悔罪，伊回头，然后伊倒转来归回老爸的家，老爸甲伊就相揽相斟，老爸搁一摆甲接纳，伊搁一摆成做厝内的人。老爸为着这来欢喜。对即个细汉囝，互老士大人心艰苦，总是尾啊这段，互老士大人心欢喜。大囝是头前，互老爸真欢喜，但是即摆的大囝，互老爸心艰苦。安怎样做，厝内拢破一空；安怎样做，拢袂公平。留意，这世间有可能公平啊无？不要期待这个世界有公平。不要期待，所以有时恁若是大人，伫恁厝内伫咧分财产哈，你毋通想讲要安怎分会公平啊？无可能。厝内定定咧分甲会出大代志，特别哪好嘢，子孙破离，为着财产的问题破离哪厉害？各位，咱要安怎样维持即个家族，逐个人会当和睦？退让。我想，迄是一个真要紧，顾着整体。若我当顾着整体的人，伊袂去争取遐个多甲少。啊，常常拢伫咧为着物质的物件，伫咧讲多甲少咧量。但是有个人身躯较勇，有个人读册较多较少，有个人较有机会，有个人较无机会。那要安怎？什么是公平？真困难。大囝伊陪伫老爸身边，真正真尽心。真乖，通欢喜，不过毋通袂记得一项。伫厝内的囝，每一个伫厝内的人，逐个人若要互，逐个人若要成做一个健康的人，每一个伫厝内的人都要有他的角色扮演，都要有他的正面贡献。所以，当大囝伫厝内伫咧甲爸母享受即个家所有的资源、所有一切时，大囝伫遐咧享受。大囝付出伊做大囝的职责角色，伊安尼做是该然。因为我受这个影响真大。路加17章第10节咧讲着啥？一个萝卜，你若受托，然后你完成受托，完成受托的萝卜。无应该伫主人的面前抢功，无应该伫主人的面前，佮当仔伫咧讲，我甲你做了偌好，我甲你做了偌好，毋通袂记，咱只是萝卜。主人看咱有够，主人看咱有够够当，伊才将一个即份交代互咱。咱若做了，耶稣讲，恁若完成所受交托的工，就安尼讲。我是萝卜，萝卜所做的是应该那定。所以大囝伫即个厝内，其实伊所做的，伊是一个尽着厝内一份子，伊做伊该做，田的工课伊该做去斗做，
是大人有啥物代志，伊斗分担、斗相共，这拢是伫厝内的人正面的功能的角色，所以伊完成伊该做的。咱每一个人，无论踮伫社会，无论咧创啥，毋是咧讲你外交啊。实咧伫教会界，嘛有看到牧师退休了后，就甲教会清算。当初我来咱教会的时候，才偌济人尔哈。啊，咱教会迄个时的教会建筑已经偌老啊哈。然后伫我的手20年、30年伫遮咧牧会，对偌济人带到偌济人，然后甲即个古早迄个细间的教会，即摆甲起甲偌大间啊哈。啊，我即摆要退休，你若无我400万，我绝对毋退休。我甲你讲，这就亲像即个大囝，头前拢做啊真好，后壁遮就出代志啊！伫耶稣基督互咱，耶稣伫咧传福音，耶稣咧讲道理，这拢是上帝国的。啊，你我拢伫咧追求即个上帝国，你我拢伫咧期待上帝的国临到伫地呢，真正伫天呢。即个第一个要发生的，就发生伫你伫我的身上。愿你甲我咱的生活，就是上帝国临到，即个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每一个牧者，无论你安怎做，每一个长老，无论你安怎做，毋免想讲，迄是你带即个节，该然爱做，做了就讲，我是主的奴仆，我所做的拢是该然爱做，然后下台一鞠躬，大家人同意吗？所以，若有牧师要甲恁讨讲，迄个即间教会是我做偌大的贡献，你都要互我偌济钱，我才要离开。恁就甲伊讲，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迄毋是奴仆。所以，咱定定咧祈祷，拢咧讲主啊，我是你的奴仆，敢毋是？所以，这注意一项。但即个大囝伫即个遮。头前拢做甲真好，总是后壁伊甲老爸甲即个家庭佫切离即个关系，心艰苦。伊袂当甲众人三咁欢喜来庆祝，心艰苦。伊无爱入来，老爸的心佫碎去啦。所以做老爸今仔日是父亲节，咱咧毋甘心做老爸。因为我真艰苦，什么事？我的老母伫我高中的时。伊就过身，伊51岁过身，伊拢毋知影一个高中毕业了的阿宅变做啥物款，生我的老母无机会看到，迄是一个对我来讲真可惜。伫咱的人生，咱有真多我也阁有一个不安，因为做牧师一世人拢咧顾教会，拢咧顾别人，然后我家己的某甲3个囝。我无一定顾有着，我3个囝伫遮咧，我离开遮转去顾老爸哀母的时，我3个囝伫遮，高中细汉的高中，大汉的2个伫 UBC， 因为一段真长的时间，用2块几块买大面包，然后面包摕咧，吐司面包买咧，然后就去学校迄边遐有迄个，然后去人迄个麦当劳遐去摕人迄个头马多汁，去摕迄免费的迄，然后就到咧透早食迄，中昼食迄，暗顿食迄，因为我离开遮，佫转去顾老爸，我完全无收入，呀，所以我3个囝伫我，迄种真艰苦一项，然后我真惊，我真正真惊。真惊，这个囝对我真无理解。是安怎？我放屎因，伫因上要紧的阶段，我放屎因。感谢主，一摆搁一摆，我倒转来。这段时间，我要讲，我甲因的关系拢扣好啊，扣好啊，我的心就较安然。若无，上帝若互我亲像阮老母安尼50几岁就转去吼，我甲你讲，这个家庭有真多破碎的地方。老爸会疼，老爸会辛苦，毋是干那我尔，咱中间有偌侪人，你的付出，你的辛苦，其实太太你嘛无甲讲，
太太嘛无一定理解，囝佫较毋。咱伫即个才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伫台湾是做医生，真有名的医生。来到伫即个才有一摆，伫咧甲囝冤家的时，大学的囝对伊真无谅解。你会当创啥？你会当创啥？你规工干那踮即个只透早到暗，你拢无代志做。你到底你一世人，你有啥物路用？老爸目屎怎啊流落来？恁老爸是为着带恁，才甲规个台湾遐拢放弃，然后来到伫即个只恁拢细汉。啊，我嘛新的移民者，第一代移民者，逐项拢无。然后伫遮咧陪恁大汉，然后咧冤家的时，囝甲伊讲：你会当创啥？你讲你伫台湾做医生，你伫台湾偌安怎？阮都无看到咧。因为做事大人有当时啊，真艰苦。即个人后来佫转去台湾，佫转去做 part time。伊要互伊的囝看到讲，恁老爸真正是医生。所以，因为做查甫人，我即摆原来伫即个遮咧讲，做查甫人，我忙伫即个时，毋免请，无一定爱请伊去食饭啦，只是讲厝内的太太有当时啊，加一份体谅，加一份体谅。你的查甫，你身边的查甫人，伊嘛有真侪伊的艰苦心，咱来讲，这是上帝国的艰苦心。大囝拢真好，敢若差一步；大囝逐项拢真敖。敢若差一项，但即项也阁继续互老爸的艰苦心。大囝即个态度，互咱去想到啥？想到两个画面。耶稣阁讲，有两个人伫圣殿伫咧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抽象的。抽象的就是抽税金的税务员，税务员互人看袂起。抽象的伫遐额头咧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互我无亲像迄个人。我逐日按怎样敬食祈，逐礼拜按怎样敬食祈祷，我逐礼拜按怎样摕1/10咧奉献，我按怎样伫咧修诫命，我无亲像迄个人。总是另外一个抽象的伫咧对兄讲：爸啊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袂堪得。OK， 咱真惊信仰到尾啊，互咱怎啊看袂起别人，怎啊家己骄傲起来。我想耶稣这拄啊伫咧提醒咱，大囝大囝是安怎出代志？伊的问题是，当伊拄着甲伊无共款意念的时，做法无相像的时，伊迄个自我跳了比什么较悬？迄个自我看过整体，迄个自我看过上帝国。迄个自我看过上帝的意念，迄个自我怎拢无伫咧顾念其他的人，迄个自我无论伊咧讲啥，也去伤人、插人，互人艰苦心，互人流目屎，伊拢无咧想这，伊敢若想着伊家己伊心内的情绪不满。伫遮，咱要学的是耶稣。耶稣伫迄个克西马尼的祈祷的时讲：爸啊，若会当互即个苦杯离开我。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爸啊，若会当互即个苦杯，顶是毋是过即条路？若会当，毋通互伊发生伫我的身上，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。我就是爱去定，你若爱我去定，我顺服你的旨意。因为耶稣即个无我无我，为着要上帝欢喜，为着要家庭圆满，为着要教会当亲像上帝的家。咱真侪时阵爱甲自我束缚，因为迄个自我本身就是圣经咧讲的欲望、私欲、私欲，啊，甲迄个私欲泡甜甜，甲关起来，新的我才会当产生。OK， 伫遮我要开始咧问咱一句话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我要问咱，你猜，即个大囝后来有入去啊？无入去？请问即个大囝后来有入去啊？无入去？所有厝内冤家离落坐，
迄个大囝拢无入去啦，迄个细汉囝嘛无转去啦。OK， 你若任何一个家庭问题了了的，永远会吵袂平的，细囝也无转去，细囝也无悔改，也无认罪，也无定头生，大囝嘛永远还阁当啊伫咧计较。所以细囝也有问题，大囝也有问题，迄个家庭才会直直乱啦。同意吗？今仔日伫即个家庭到底有圆满无圆满？注意哦，老爸对头到尾，老爸的心态拢是顾着每一个。老爸的心意就是要即个家庭圆满、合一、圆满三定。伫迄个讲三定就爱有三忍耐，爱是很久忍耐，同意吗？所以当你若看到身边的人有一寡代志，你看袂惯，拜托忍耐，毋是直直出来忍耐。爱是很久忍耐，忍耐以外，你还阁最好互看。怎啊？亲像即个老爸，伊直直咧显明伊家己的心性，伊的等待，然后伊慈悲怜悯，伊赦免宽容，伊拢无甲即个细汉囝计较啥。即马剩的就是等即个大囝，大囝入来吧。大囝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拜托你入来吧。你若入来，咱即个家就圆满啦。即个大囝伫遮，总是即句大囝也阁拄则咧讲的是，大囝也阁徛伫迄个律法跟道德在批判。哦，所以我毋知下一步到底有啊无？毋知啥物人会当帮忙我看圣经耶稣讲到尾啊？即个故事到底大囝有入去啊无入去？敢有？哈？圣经有讲伊入去？耶稣咧讲，耶稣讲故事讲到一半，就单调呢。其实，耶稣讲天国的道理伫啥？就是伫遮。伊甲即个问题等互你，伊甲即个问题等互每一个领受的人。迄个大囝就是你，你要入去啊？毋入去？迄个大囝就是你，你会当为着即个家庭，你知影老爸的心意，伊是为着走找浪子回头。只要有人回头，老爸都欢喜甲当仔咧跳，当仔咧撞，然后邀请厝边隔壁来啊，来啉来食，甲我斗阵来欢喜。我的家团圆啦，我的家团圆啦。迄个团圆是上帝国，上帝国临到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望即个耶稣的祈祷，咱逐摆做礼拜的祈祷，耶稣的主祷文，嘛会当真正临到伫咱遮。每一个人拢爱调整伊的脚步，每一个人拢爱调整伊的脚步，毋是咧啥人对毋对，是咱的心性。每一个人，你甲我，咱的心性若掠上帝的旨意做旨意，上帝国的圆满做咱的心意。每一个人个性无相像，优先次序无相像，紧慢无相像，逐个人的运势无相像，总是拢有共款即个上帝国的心意的时，即个家是圆满的。等下无论什么人有准备来，甲无准备来，拢会当落去食袂？这个道理听了啊，有准备甲无准备，拢欢欢喜喜落去下骹食，毋是干那大埔的做老爸才会当食。所有的人，所以记伫一项，做教会咧办活动的是安尼办哦，是咱教会的会员要去邀外礼拜坐游览车。毋免交钱，若是社区的人，伫咱教会无会员制的，爱交500块。有即款的教会无？有无？足济。你位特别伫咧收圣餐的时，伫咧收圣餐的时哈，要收圣餐无洗礼袂当摕，即项爱做说明哦清楚。若无你互一寡人，
也无明白修圣餐道理的，你没有说清楚，然后人好不容易来做礼拜，看到长老旁到遐怎跳过，因会感觉很受伤。恁会当了解我咧讲啥物无？恁直直叫我来，结果恁甲我切割，呀！所以即个物件，咱拢爱一步一步爱真细腻，呀。anyway， 伫即个遮，愿上帝的神保守咱，真正互咱照安尼来听，照安尼去行。耶稣伫咧讲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倒边来讲，天父啊，假使我若无赦免其他的人，过来咧，你无赦免我是应该。注意哦，所以主祷文到这个荣光权柄荣耀归你性命了，耶稣佫继续讲的是：你若无赦免人，天年的上帝嘛无赦免你。所以我想即句咱伫即个遮，伫即规礼拜的信息的中间，请咱伫一个培养讲，上帝国就在我们的心里。上帝国从我们这里开始，让我们的心成为上帝国的庭院。只要有上帝国的福音的种子，毋望这个经济的发芽、开花、结籽。父亲节快乐！盼望我们让父亲快乐一点点。上下来记得，阮多谢耶稣对阮讲起上帝国的福音道理，阮领受，阮要来食这个道理，我们互伊变做阮生命、心灵的生命，互阮的脚会当照安尼行，互阮手会当照安尼所做，互阮的喙会当讲好听、鼓励人、启造人、替人祈祷的话，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